人咧都有情緒失控嘅時候嘅，嬲得滯咧就會講粗口，但係用粗口鬧另一個國家嘅元首咧，就真係聞所未聞啦。仲要係由表面係鐵桿兄弟嘅美國同以色列之間嘅對話出現，咁就真係國際事件啊！大家好，我係陳穎欣 Jovi Chan， 拍攝嘅劇係2026年6月2號。上一集咧出咗關於伊朗戰爭嘅專題，都係我嘅喜歡嘅專題之一啦。咁放咗喺會員頻道度俾會員咧優先觀看嘅。咁有觀眾朋友咧，因為都見到個封面啦，見到我有預告咧會播出嘅日期啊，都特登咧喺5月31號咧提我要播出。真係認真多謝觀眾朋友嘅提醒啊！真係差啲漏咗。好啦，咁今集講啲咩咧？講粗口，唔係我講啊吓，我係講下啲黃人同西人點樣講粗口。喺處理失控嘅場面嘅時候，情緒都失控。如果情緒失控係不被同情，咁西人黃人情緒失控咧都要被譴責，甚或咧問責落台啊！喺 Y2K 大樹木頭咧新片咧都有同大家講到高時早苗，不過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過氣黃藝人同埋特朗普。咁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穎欣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旁邊個鈴鈴，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中意影片支持我嘅，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等更多人知道我冇攬炒派，想大家知道嘅真相。記得你嘅讚好同留言可以幫手抵抗住啲小黃人入到影片度惡意攻擊，意圖令到影片下架嘅。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睇影片一路讚好同留言，支持我嘅更加可以加入我嘅會員頻道，優先獨家睇到我嘅影片。追看陳穎欣，知清原因又開心，訂閱 Jovi Chan 同人論證細密嘅。黃人咧其實都係有樣板嘅，即係唔可以話有樣睇啦吓，但係都有一個特質同埋性格咧係相當相似嘅。咁啊有啲反社會嘅人格啦，覺得社會欠咗佢哋啦，覺得自己嘅失意失敗啦都係人哋嘅錯，係社會嘅錯。咁啊咩都中意公審嘅，就連自己屋企人都唔放過。但係自己做錯啦就永遠都唔會認嘅。咁啊順帶啦就會一走了之。大家係咪都有同感啦？咁我同大家咧回帶去返2019年黑暴期間，有一名嘅黃女藝人咧，曾經就連自己嘅老豆咧都要公審。佢話咧有咁樣嘅思維邏輯，都知道咧佢呢個老豆係咩顏色，咁即係暗示佢爸爸咧同佢嘅顏色唔同啦。佢爸爸就係藍嘅。講緊嘅咧就係黃藝人吳日賢。咁佢曾經咧喺19年啦，更加拍片話，去到太古城過家庭日嘅時候咧，遇到執法嘅警員進行清場，然後咧仲喺貼文嗰度咧就 hashtag 話咧就係幾時死啊，仲未死等等嘅字眼啊，咁啊好明顯唔係講緊班黑暴，係講緊警察。之後佢更加拍片咧就話冇晒言論自由。咁對於吳日賢啦，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啲嘅，真係唔講唔知道佢係邊個嘅。事實上咧，佢出道嘅時候咧都唔係咁樣嘅造型，佢係以冬菇頭聞名嘅。有咩作品咧？真係比較難講。我聽過佢一首歌《且戰風箏》咯，算唔算係一曲歌手咧？可能都算啦。咁佢自己嚟講，我覺得都星途平平嘅。喺唱歌唱唔掂嘅時候咧，都希望咧可以有多棲發展啦。所以咧，佢就仲響埋 TVB 拍過劇集《學警出更》，咁就係喺2007年播出㗎。咁喺劇集入邊咧，佢好明顯就唔係女主角啦，因為當時咧仲有其他嘅一線嘅女明星啦，咁啊有女藝人郭羨妮啦，有容祖兒啦，如果講歌手，仲有薛凱琪，咁所以咧吳日賢咧，即係我唔知道佢算唔算二線啊，可能係三線添啊，即係打醬油啊，靠邊站啊。而真正令到吳日賢咧再進入大家嘅視線咧，就要數到2019年啦。作為其中一位黑暴期間靠反中亂港彈起嘅黃藝人啦，而家吳日賢咧都移居去咗英國。咁佢去英國嘅原因咧就並非咧係因為顏色嘅，佢去到英國咧都想咧靠內地人咧去賺錢。咁喺上年年初咧，佢就被指咧係拖欠設計師嘅尾數啦，同埋政府嘅補助金。當時咧有一名嘅網民啦，咁啊叫自己做19 Hong Kong Designer。咁
咁無論係因為2019年定係因為一個粗口嘅諧音，所以叫自己做19啦。咁大家都知道究竟佢係咩顏色㗎啦。咁佢就幫咧同為黃色嘅吳日賢咧負責設計同埋印刷，但係最終出現咧就係狗咬狗嘅情況。咁啊，因為吳日賢咧覺得咧呢個設計師嘅收費過高，所以就拒絕找數。最後咧呢一個黃設計師咧就要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雖然最後咧係勝訴，但係咧吳日賢咧仍然拒絕找數，甚至乎咧人都去咗英國添。其後咧吳日賢咧都喺社交平台發文回應，批評呢名黃設計師咧喺網上發布虛假內容。佢嘅指控咧係毫無根據同埋不符事實咁話，拒絕認為自己咧係有違約嘅行為，仲話自己咧已經遵從判決咧係進行咗付款。咁我唔知道佢哋誰是誰非啦，反正咧兩個都係黃嘅，即係狗咬狗啊，真㗎啦。咁啊，而且咧情況都有啲似曾相識㗎，又係喺香港走數，走咗去外國，再喺外國咧另起爐灶。嗱，如果未估到我講緊邊個㗎啦，就俾個 tips 大家啦。佢同吳日賢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即係同樣敗走咗，離開香港之後咧就捱到殘。講緊嘅就係譚小環，同樣咧都係移居外國。做到殘咗，譚小環咧更加被指咧係瘦到皮包骨，有唔少嘅網民咧幾乎唔認得譚小環啊，仲擔心咧佢係咪有啲咩健康嘅狀況，就連媒體咧都形容譚小環咧係跌 what。的確咧，人在異地揾食係相當困難，吳日賢咧都做唔返老本行，唔能夠咧去唱下歌，繼續咧佢嘅明星光環，唯有咧就自己開鋪啦。咁佢籌備咗好耐嘅新餐廳啦，喺上年咧都正式開張啊！咁亦都引嚟唔少嘅爭議，因為咧佢被揭發啦想賺人民幣，同埋咧喺度宣傳國貨啊，用到大量嘅國貨，咁啊都俾大家咧睇下佢嘅餐廳啦，唔好唔小心入咗去啊！英國而家咧咁排外，想賺英國人錢咧都唔係咁容易。吳日賢咧就諗到啦，新餐廳咧可以咧賺下人民幣。咁所以咧就喺小紅書咧都開設咗賬戶啊！咁無論咧係店名啦、店內嘅環境以至地點啦，都係同吳日賢嘅餐廳咧係一樣嘅。貼文咧仲用簡體字介紹，話咧去到嘅餐廳咧可以喺英國盡情體驗慢生活嘅精髓，品味美食，擁抱悠閒嘅生活哲學啊！咁啊菜式咧同樣都係以簡體字介紹嘅。咁可以見到咧吳日賢嘅新餐廳啦，即係佢係擺明啦，想專攻華人市場啦，想賺人民幣啦。咁啊，雖然咧即係把口咧就好反中，但係實際上咧都想賺下人民幣。而且佢都貼出咧係多款嘅菜式啦，希望咧就係去吸引小紅書上面觀看嘅顧客。咁其中一款嘅主打飲品咧就被網民發現咧係醒獅造型嘅冰塊。而呢一個產品咧就係淘寶有售啦。咁啊，懷疑咧吳日賢咧為咗節省成本咧就使用國貨啊！真係多謝吳日賢啦，人在異地啦，去到英國咧都咁樣幫我哋宣傳中國製造啊！仲要係經佢手咧轉一轉再賣翻俾中國人，真係辛苦佢喎。咁可能啦，因為被發現咧喺小紅書吸客啦，所以咧個賬戶咧被網民公佈咗出嚟之後咧，就已經消失咗下咗架啦。而近日咧，再聽到關於42歲吳日賢嘅消息咧，就係當佢翻返嚟香港擔任 YouTube 節目嘅嘉賓嘅時候，佢點樣咧大吐苦水，繼續咧公審呢個公審嗰個。咁佢更加話到自己咧，至今啦都未能夠適應英國嘅生活，仲大爆佢個女女咧返學嘅時候被孤立，同丈夫就陷入婚姻危機，開張咧又遇到頑固嘅客戶，令到佢咧生活咧非常之焦頭爛額啊！咁佢喺節目入邊咧就盡訴移居英國之後嘅辛酸。佢話咧佢去到而家目前為止都仍然啦唔能夠適應英國當地嘅生活。佢話當初咧決定移居英國咧並唔係因為咧政治嘅原因喎。信唔信由你啦吓。咁佢就話咧最大嘅原因咧係因為1年半前啦，佢嘅大女咧升小一派位，結果咧唔理想，派到第7志願，佢就非常失望啊！所以最後咧就下定決心陪小朋友咧去英國升學。
咁佢原本以為啦喺英國讀書咧能夠輕鬆快樂。囡囡咧雖然咧冇功課啊，但係咧經常咧放學之後咧翻到屋企話唔中意翻學。咁啊，因為咧佢囡囡係插班生啊，喺學校咧係好難揾到朋友。吳日言就話咧，佢個囡囡小息嘅時候咧就自己一個玩，佢有嘗試問人哋咧可唔可以一齊玩啊，但係咧都冇人同佢玩。其實吳日言咧就講到係因為插班生嘅問題啦，其實都唔止係插班生嘅問題噶啦。即係咁大個人，唔會諗唔到，始終都會有文化隔閡噶嘛，唔會咁容易玩得埋嘅。即係唔好講話係唔係插班生啦，係咪一齊由小學一年級升上去嘅，或者由幼稚園升上去？我去英國讀書嘅時候咧，就特別感受深啦。多數咧都係德國人同德國人玩，英國人同英國人玩，中國人同中國人玩多啲嘅。咁啊，我咧就因為有寄宿啦，同埋咧好細個咧就去英國。咁就會好少少，咁啊同埋咧我有英國人嘅 roommate，咁啊會多啲咧相處相知嘅機會噶。咁啊如果好似吳日言咁咧，佢家長都喺英國啦，咁啊小朋友咧放學之後就翻屋企嘅話咧，就真係好難融入，好難話一齊玩啊。吳日言咧話小朋友咧仲好唔捨得香港，話點解咧以前咧好多人陪啦，呢度咧就朋友都唔多個啊，為咗幫囡囡融入咧。佢只好咧，即係積極啲啦，去結識其他嘅家庭啦，靠家長聯誼咧去搭建囡囡嘅社交圈啊。但係其實咁樣咧都係治標唔治本嘅，都唔能夠咧幫助囡囡咧自己建立自己嘅社交圈。部分嘅網民咧都認為啊，吳日言咧當初太衝動啦，為咗派位結果咧就移民，根本咧冇諗清楚後果。其實冇諗清楚後果呢啲，何嘗唔係黃人嘅特質咧？而且咧，對吳日言嚟講咧，個代價咧，仲要係差啲搞到頭家都散埋。人在異地咧，作為成年人嘅吳日言咧，佢都話咧，有好多時候都無所適從啊，唔係淨係小朋友無所適從啊。佢話咧喺英國生活，兩夫婦咧日對夜對啦，矛盾咧就好容易出現啦。咁啊，作為咧打理家庭嘅負責人啦，佢就埋怨咧曾經要穿梭兩地過太空人嘅生活嘅老公咧唔能夠分擔家務同埋照顧仔女，咁啊令到咧佢哋一路以嚟積累嘅怨恨就爆發啦。佢就抱怨佢丈夫咧唔夠幫手，覺得自己咧乜都要一手一腳咁做，小朋友咧又唔幫手睇啦，咁啊會產生好多嘅摩擦嘅。可以話咧，吳日言繼公審佢老豆之後咧，就公審埋老公啊，認真係乜都講啊。咁佢就話咧，佢哋兩公婆咧曾經陷入婚姻危機，同佢老公咧鬧過一場大交，咁啊要三口六面咧傾下咧點樣冷靜啲去處理，點樣去面對將來嘅生活，即係已經對外都搞唔掂噶啦，而家對內都搞唔掂。咁啊吳日言就話咧，經過理性溝通之後咧，佢哋兩夫婦咧成功化解咗危機。咁除咗咧要應付家庭嘅問題啦，同時咧吳日言咧亦都好唔習慣咧英國超慢活嘅生活節奏啊。咁佢話咧喺香港安裝上網都只係需要幾秒鐘嘅時間，但係英國咧由零系統去到安裝成功啦，係足足要等2個月。呢個係英國英式鬆弛，可能去到法國仲慘啊！而且咧吳日言啦，仲有語言障礙。佢話咧，佢而家喺英國咧，都係只係聽到1-2成嘅英文啦。咁佢曾經咧經歷一次嘅健康危機啊。佢話咧，佢早前因為天氣同埋水土不服啦，初時咧就以為咧只係普通嘅感冒流鼻水，點知咧就越咳越嚴重。咁連咧上樓梯咧都唞唔過氣。後來咧佢就發現自己嘅血液嘅含氧量咧就跌到去92。咁於是咧就即刻咧去急症室求醫啦。經過一輪嘅抽血同埋檢驗咧，醫生咧就證實咗佢係感染咗肺炎，需要即時留院4晚，而且咧接受抗生素治療。咁佢話睇醫生嘅時候咧，最大嘅難關咧就係語言障礙啊。咁啊，醫生同佢講嘅嘢咧，佢都聽唔明白啦。咁啊要錄低，然後再發俾佢老公求救。佢話過程咧相當驚險又彷徨啊。咁到而家都只能夠咧係聽英文聽到1-2成啦，好多時候咧仲要靠估同埋扮傻去應對啊，真係生活得非常慘啊！我覺得咧佢嘅丈夫都唔容易啊嚇，基本上咧我覺得吳日言咧係照顧唔到自己咁滯嘅，連
語言啦都要揾佢丈夫咧去幫佢翻譯，真係辛苦佢老公啊！咁可以見到吳日言咧家庭同生活都唔如意啦，而且去到英國咧仲要兼顧埋生意。咁喺工作上咧係遇到前所未有嘅困難。佢話喺大約7個月前咧喺當地開咗一間東南亞嘅餐廳，咁辛苦嘅程度咧係超乎佢想象啊！佢唔單止咧要喺餐廳入邊咧洗埋碗，咁佢話要洗大餅啦，仲要咧清潔成間餐廳。嗱，何韻詩要自己連搬運工都做埋啦，而家吳日言咧仲要洗埋碗，雖則咧就話行行出狀元，職業無分貴賤，但係做緊一啲咧自己唔想做嘅嘢，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咧，的確係慘情嘅。咁大家都可以睇翻何韻詩嘅最新情況啦。所以大家話黃人係咪都相當似樣啦？咁吳日言話啦，最令佢感到沮喪嘅咧就係面對食客最直接嘅批評。佢話佢自己嘅 EQ 咧未夠高啊，好彩佢都知下。咁佢就話面對客人啦一啲嘅批評說話啦，咁佢就覺得咧好委屈。咁佢會點做咧？佢話佢會走入去廚房斟杯水，然後咧就講粗口。咁佢覺得咧有杯冰水冷靜一下咧就會好啲嘅。有時咧就令佢諗啦，咁嬲究竟咧係為咗乜咧？咁見到佢咁大嘅精神壓力啦，真係唔怪得啦。吳日言早前突然間咧就 post 咗張黑白照，而且咧喺貼文入邊咧更加講到自己嘅身後事，咁啊令到咧網民都好擔心佢啊。認真係咧移民都移到失常啊！原本咧以為可以享受當地悠閒嘅生活，但係現實當然唔係咁簡單啦。不過咧吳日言咧都算好噶啦，唔係當面用粗口鬧佢嘅老闆，鬧佢嘅顧客，侵就係啦。根據美媒嘅報道咧，消息人士透露喺當地時間6月1號啦，喺一通充滿粗口嘅通話當中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以色列升級黎巴嫩局勢啦，特朗普咧都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破口大罵。兩名消息人士話咧喺通話當中咧，特朗普咧就話內塔尼亞胡咧梗係癲咗啦，仲話內塔尼亞胡咧唔知咩係感恩，佢仲阻止咗咧以色列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嘅計劃。一名美國官員話啦，特朗普話俾內塔尼亞胡聽，如果佢轟炸貝魯特嘅話咧，就會進一步加劇以色列喺國際社會嘅孤立處境。呢名嘅爆料官員啦，就轉述特朗普就話內塔尼亞胡咧，當時咧真係交叉癲咗。佢話如果唔係佢嘅話咧，內塔尼亞胡一早就要去坐監啦。係特朗普一直咧都喺度拯救緊內塔尼亞胡。而家所有人咧都好討厭以色列，好討厭內塔尼亞胡。不過特朗普咧就只係講咗半個真相啫。全世界何嘗唔係都討厭緊特朗普係咪？咁另一位咧了解通話內容嘅消息人士就話咧，特朗普係非常非常憤怒，不停咧向內塔尼亞胡講粗口，都係用到個 F word。上述嘅美國官員就話特朗普咧知道啦，真主黨一直都向以色列開火，以色列咧係需要自衛，但係佢覺得咧內塔尼亞胡近期喺黎巴嫩嘅軍事升級咧係反應過度。根據報道咧，除咗對貝魯特嘅威脅之外啦，以色列嘅軍隊仲擴大咗喺黎巴嫩南部嘅地面行動。另一名嘅美國官員就話啦，特朗普對以色列喺黎巴嫩造成咁多平民嘅傷亡咧係感到擔憂，而且咧係反對以色列啦，為咗消滅一名真主黨指揮官咧而摧毀咗成棟嘅建築呢個嘅做法。呢名嘅官員話啦，特朗普喺通話當中咧壓制咗內塔尼亞胡。咁內塔尼亞胡咧就只能夠咧係退讓啦，話會確保咧一切咧都安排妥當。咁爆料嘅人士仲話啦，呢一次嘅通話咧係特朗普重返白宮以嚟同內塔尼亞胡最緊張嘅通話之一。報道話咧，特朗普嘅憤怒啦，似乎係源自於內塔尼亞胡升級黎巴嫩局勢嘅決定啦，威脅到咧佢同伊朗嘅談判。通話結束之後咧，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咧都有發帖文，話同伊朗嘅談判咧正係快速推進。內塔尼亞胡咧就喺通話之後咧發表聲明，話咗俾特朗普聽啦，如果真主黨唔停止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將會咧襲擊貝魯特。
同時咧亦都會繼續喺黎巴嫩南部開展軍事行動。內塔尼亞胡話咧，佢哋嘅立場係保持不變。咁究竟呢個係跌咗落地揦翻紮沙，定還是佢真係唔聽特朗普講啦？如果佢真係唔聽特朗普講嘅，亦都說明咗點解特朗普要講粗口啊？因為佢控制唔到個局勢，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啊！當美國同以色列關係觸礁，伊朗咧喺呢個時候咧就發布咗相片亮相啦，進一步咧落美國同埋以色列面。喺當地時間6月1號啦，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咧就喺社交平台發布咗一張相片，都算係舉世矚目噶啦。配以嘅文字咧就寫住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哈梅內伊鮮為人知嘅照片。穆傑塔巴咧喺接班之後至今咧都未曾公開露面。根據之前嘅報道咧，亦都有美國嘅官員爆料話，美國嘅情報顯示穆傑塔巴咧係藏身喺一個未公開嘅地點，幾乎咧唔同外界接觸，只係通過錯綜複雜嘅信差咧網絡啦去同佢聯繫住嘅啫。報道話咧，穆傑塔巴喺美國同以色列發起嘅所謂史詩怒火行動當中受傷，正係採取緊咧極端嘅措施，避免自己咧好似佢爸爸哈梅內伊咁樣咧被伏擊。5月8號咧，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官員啦侯賽尼啦曾經透露，穆傑塔巴咧喺2月28號美國襲擊當中咧受咗輕傷，而家咧已經康復咗，仲非常健康。侯賽尼話咧，穆傑塔巴當時咧喺住所受到襲擊，亦都咧將佢咧就炸到跌咗喺地下，導致到佢膝頭啦同埋腰部啦都受傷，喺耳仔後面咧都有啲輕傷啊咁。但係咧戴咗頭巾嘅話咧就完全睇唔到。侯賽尼就話咧，穆傑塔巴咧而家已經基本痊癒噶啦，身體咧非常健康。但係敵人咧正係以各種嘅方式咧試圖可以獲取一段關於穆傑塔巴嘅音頻或者視頻啦，去對付佢。所以咧，侯賽尼就話，雖然大家都好想見到穆傑塔巴，好想揾到佢，但係大家都應該咧要耐心等待，唔好操之過急。喺時機成熟嘅時候咧，就會出嚟見大家。5月8號嘅報道顯示咧，一名美方嘅知情人士話，仍然係處於隔離嘅狀態，接受緊治療。仲話咧，身體其實咧仲有一則嚴重嘅燒傷，傷及面部、手臂、身體嘅主要軀幹同埋腳嘅。當美國同以色列關係出現裂痕嘅時候，伊朗就話俾大家聽，穆傑塔巴好得很。無論係咪真實穆傑塔巴嘅情況都好啦，我覺得呢個嘅輿論打擊咧都係非常聰明嘅一招啊吓。唔使用到咩武器，但係效果極強。今集嘅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都鍾意我為你嘅選材，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等多人知道黃梅藍七派唔想大家知道嘅真相。如果未訂閱我尋日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開啟埋個通知，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嘅話記得要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埋我陳詠欣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 See First 隔離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噶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